今仔繼續要來看的是這個高雄落大雨，在三民區的定清路甲丁和路口發生着一件車禍，一台轎車要來倒彎，結果弄到一個穿雨滿的行人，加在無真要緊。警方初步研判是駕駛無讓行人先行。大雨落未停，駕駛的護士人嘛無停，技術全副武裝穿雨衫，只是有一個民眾穿警外感覺是雨衫，行斑馬線過車路，想要到轎車倒彎的時，就親像無看到同款，直接甲弄掉。弄掉敢是雨來看袂清，無注意到有人，過路人互弄掉了後，倒佇土骹無法度起來，驚人的一幕，甲大家人攏驚到。看到的情形就是已經倒佇土骹，嘿啊，就是有落雨，穿雨衣，安尼。駕駛的問題了，跟行人沒有關係的，因為他是很規矩的走斑馬線，是嗎？車禍發生在初八早起7點多，高雄三民區定清路甲丁和路口50歲老姓女駕駛行文良路東向西倒越定清路的時，弄到56歲廖姓過路人。加在送醫了後，人無安怎，敢若骹手輕傷，初判是駕駛無禮讓過路人才造成。劉女未有酒駕情形，有行人穿越時不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且致人受傷，可處新台幣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罰款，吊扣駕駛執照1年至2年。並應接受道路安全講習。落雨天本來就看無啥清楚，加上車輛轉彎的時速度嘛無慢，可能才袂負打動啊。加在風浪掉的人無啥要緊，不過這個風浪掉的瞬間，真正是讓人心驚驚。